各位老闆，如果你正想將你嘅產品或者係想將你嘅服務擴展海外市場嘅話咧，以下落嚟嘅建議咧，你記得要聽住啦，因為佢會俾到好大嘅啟發俾你嘅。首先，你一定要了解目標市場嘅關鍵，例如係乜嘢咧？就係當地市場嘅文化啦、消費者嘅習慣啦，甚至乎法律法規，呢啲咧都可以幫助到你嘅產品同埋你嘅服務喺當地市場做一個好好嘅定位，而且咧，建立返本地化嘅團隊，可以聘請返當地嘅員工啦。僱用當地嘅員工唔單止可以幫助咗你嘅品牌快速融入市場，你仲可以聽取一個員工嘅寶貴意見，因為佢哋當然對於本地嘅資訊啦係有一個好有用嘅資訊俾你哋嘅。而且咧，關注返品牌嘅建設。點解啊？因為海外市場佢係好注重品牌嘅，品牌嘅力量真係一定唔可以睇小。一個好強大有力嘅品牌故事啦，甚至乎品牌定位啦，都係可以幫助你嘅產品喺當地脫穎而出嘅。除此之外咧，亦都要利用數碼化嘅行銷，例如社交媒體啦，又或者係線上嘅廣告啦、線下嘅活動啦，呢啲咧都係可以幫你接觸到海外消費者嘅重要渠道喎。如果咧你要確保你線上嘅形象同埋品牌咧係要一致，當地嘅消費者對於你嘅產品先至要越嚟越有信心。最後啦，要保持返你哋所有嘅品牌策略嘅靈活性。點解？因為海外市場係充滿住好多變數㗎嘛，能夠好快速適應市場嘅變化嘅企業，先至可以喺當地成功嘅。而且個成功嘅可能性咧會係好大。擴展海外市場雖然充滿咗挑戰，但係亦都充滿咗機遇喎。做好充分嘅市場調研，構建強大嘅本地團隊，打造更加有吸引力嘅品牌，同埋咧亦都將你嘅品牌做數碼化嘅行銷，呢啲咧都係成功嘅要素嚟嘅。如果你準備出海嘅話，準備邁出一步，我希望呢個建議幫到你，助你一臂之力。如果你了解更加多，你就關注我啦。